你有冇試過買咗隻股票，佢唔升又唔跌，橫行咗成個月，你心諗不如賣咗佢算啦。對高手嚟講，呢種悶市先係最易執錢嘅時候。今日我會揭開職業 traders 點樣用 Iron Butterfly 同 Iron Condor 喺唔使估升定跌嘅情況下，好似收租咁穩定收錢，而且最重要係輸極都有個譜，但係收租都有風險噶。想知點樣喺悶市出糧之餘控制好風險？睇落去就知。歡迎嚟到阿尼投資功課，我相信普通人都可以學識投資。等我陪你由零開始，一齊畫出你嘅財務自由地圖。本內容僅供資訊及教育用途，不構成財務建議。投資前請大家自己衡量風險。喺開始之前，先快速重溫 Strangle 同埋 Vertical Spread。Long Strangle 就係買 call 又買 put， 睇股價爆邊，開倉成本貴，但係可以賺好多倍；而 Short Strangle 就係沽出 call 又沽出 put， 睇股價橫行，賺時間值，但係驚爆邊，風險極大。如果想仔細重溫翻呢兩個策略，就快啲睇翻呢一條片啊！為咗壓低成本同埋控制風險，於是喺 Short Strangle 嘅外面，兩邊都再加這一腳，做齊 Call Spread 同埋 Put Spread， 於是就產生咗 Iron Butterfly 同埋 Iron Condor 呢兩個期權策略。如果想快速重溫乜嘢係 Vertical Spread， 可以睇翻呢條片噶。聽起嚟好複雜，但係唔使驚嘅，阿尼跟住落嚟就會用例子講解一下。首先講下 Iron Butterfly， 廣東話我哋叫佢做鐵蝴蝶。Iron Butterfly 就係先沽出一張 call 同埋一張 put， 呢度揀嘅行使價會一樣，於是就組成咗一個 short straddle， 睇股價冇咩波動，呢度會先收一筆期權金，然後再買一張 call 同埋一張 put， 呢個係一個 long strangle 做保護，揀行使價嘅時候會揀行使價比較遠嘅期權，呢度要俾一筆期權金，於是4張期權加埋就係一個 Iron Butterfly， 而選擇到期日。呢4張期權嘅到期日會完全一樣，開倉嘅時候係一個收錢嘅策略。如果想調翻轉博大波動都得，就可以調翻轉嚟組成一個 Reverse Iron Butterfly， 睇股價會有大波動嚟賺錢。我哋用個簡單嘅例子，假設 Tesla 依家股價400蚊，A 小姐覺得嚟緊 Tesla 嘅股價一定會大爆炸，但唔知升定跌。A 小姐想博爆邊，但係又嫌 Long Straddle 太貴。咁佢就可以做 Reverse Iron Butterfly， 咁 A 小姐就會第一買一張400蚊行使價嘅 call， 例如俾20蚊期權金；第二同時買一張400蚊行使價嘅 put， 俾20蚊期權金；第三沽一張425蚊嘅 call， 收翻10蚊期權金；第四沽出一張375蚊嘅 put， 收翻10蚊期權金。呢度兩張 call 同埋兩張 put 都係揀同一日到期噶。咁 A 小姐總共用咗幾錢？20蚊嘅 long call 加20蚊嘅 long put， 再減走收咗10蚊 short call 同埋10蚊 short put， 就等於俾咗20蚊去做呢個 reverse iron butterfly。呢20蚊就係 A 小姐嘅最大風險啊。B 先生就做 A 小姐嘅對手，博 Tesla 股價冇咩波動，想做 short straddle， 但係又想要保護，所以佢揀咗做普通嘅 iron butterfly， 佢就賣出一張400蚊 call 同埋一張400蚊嘅 put。再買入425蚊嘅 call 同埋375蚊嘅 put 做保護，淨收到20蚊期權金。呢20蚊就係 B 先生嘅最大利潤啊！於是一個月後期權到期，可以總結成就會有3個結果。第一個結果，股價冇咩點喐過，即係悶市。最差嘅情況，繼續翻400蚊，喐都冇喐到。於是 A 小姐嘅所有 call 同 put 都唔會行使，通通變廢紙，就會輸晒呢20蚊。B 先生就贏晒20蚊。第二個可能 ，Tesla 股價爆升，例如升到500蚊，咁 A 小姐嘅 put 變廢紙，然後啲 call 方面就可以行使張 call 用400蚊買貨，但係又會俾人行使張425蚊嘅 call 要用425蚊賣出去。呢度可以收翻25蚊，減去開倉成本20蚊，淨利潤係5蚊。B 先生就會俾人 call 走啲貨，要用400蚊賣貨，然後再行使425蚊嘅 call 買翻 Tesla。呢度要俾走25蚊，減咗之前開倉收嘅20蚊，淨虧損5蚊。第三個可能 ，Tesla 股價暴跌，例如跌到300蚊，咁 A 小姐嘅 call 變晒廢紙，而 put 方面 ，A 小姐就會行使張 put 去400蚊買貨，然後嗰張375 short put 俾人行使，用375蚊買翻貨，呢度收咗25蚊，減咗開倉成本20蚊，淨利潤係5蚊。而 B 先生嘅 short put 俾人行使，就要用400蚊接貨，
然後再行使將375蚊嘅 put 沽走啲貨，呢度俾咗25蚊出去，減咗開倉嗰陣收嘅20蚊，淨虧損5蚊。由呢幅圖可以見到 A 小姐有兩個打和點，第一個向上打和點係400蚊行使價，加20蚊總成本等於420蚊。第二個向下打和點係400蚊行使價，減20蚊總成本等於380蚊。只要 Tesla 股價到期嗰陣升穿420蚊或者跌穿380蚊 ，A 小姐就賺錢。但係利潤封咗頂，升到425蚊或跌到375蚊就賺到盡，冇得再賺多啲。B 先生就調翻轉，如果股價唔喐，到期嗰陣係400蚊就賺最多。當然，股價有咩可能唔喐呢？所以冇咩可能達到呢個理論上嘅最大盈利噶。到期嗰陣，股價距離400蚊喐得越多，Iron Butterfly 嘅盈利就會減少。當股價升穿420蚊或者跌穿380蚊，就開始蝕錢。不過好處就係風險有限，升穿425蚊或者跌穿375蚊就有保護。所以 Iron Butterfly 就好似擲飛鏢咁，擲中紅心嘅範圍窄，但一旦擲中，獎金就會多。講完 Iron Butterfly， 第二招就叫做 Iron Condor， 中文叫鐵禿鷹。同樣都係分成普通 Iron Condor 同埋 Reverse Iron Condor， 同頭先講嘅 Iron Butterfly 都相似嘅，即係睇股價穩定唔爆邊。而選擇到期日呢4張期權嘅到期日會完全一樣，開倉嘅時候係一個收錢嘅策略。如果想調翻轉博大波動都得，就可以調翻轉嚟組成一個 Reverse Iron Condor， 透過股價波動嚟賺錢。但係今次行使價係唔同嘅。你會沽出兩張唔同行使價嘅 call 同埋 put 組成 short strangle， 收一筆期權金，然後再買翻更加價外嘅 call 同埋 put， 俾翻一部分期權金出去，於是就組成咗 Iron Condor。我哋都係用翻 Tesla 嘅例子，假設 Tesla 依家股價400蚊 ，A 小姐覺得嚟緊 Tesla 嘅股價一定會大爆炸，但唔知升定跌。A 小姐今次做 Reverse Iron Condor， 咁 A 小姐就會第一買一張410蚊行使價嘅 call。例如俾16蚊期權金，第二同時買一張390蚊行使價嘅 put， 俾16蚊期權金，第三沽一張425蚊嘅 call， 收翻10蚊期權金，第四沽出一張375蚊嘅 put， 收翻10蚊期權金。呢度兩張 call 同埋兩張 put 都係揀同一日到期嘅，咁 A 小姐總共用咗幾錢？16蚊嘅 long call 加16蚊嘅 long put， 再減走收咗10蚊 short call 同埋10蚊 short put， 就等於俾咗12蚊去做呢個 reverse iron condor。呢12蚊就係 A 小姐嘅最大風險。B 先生就做 A 小姐嘅對手，博 Tesla 股價嚟緊冇咩波動，於是做普通嘅 iron condor， 佢就賣出一張410蚊 call 同埋一張390蚊嘅 put， 再買入425蚊嘅 call 同埋375蚊嘅 put 做保護，淨收到12蚊期權金。呢12蚊就係 B 先生嘅最大利潤。於是一個月後期權到期，可以總結成3個結果。第一個結果冇咩點喐過，即係悶市，股價一直喺度窄幅上落，到期仲係400蚊。於是 A 小姐嘅所有 call 同 put 都唔會行使，通通變廢紙，就會輸晒呢12蚊。B 先生就贏晒12蚊。第二個可能 Tesla 股價爆升，例如升到500蚊。咁 A 小姐嘅 put 變廢紙，然後啲 call 方面就可以行使張 call 用410蚊買貨，但係又會俾人行使張425蚊嘅 call 要用425蚊賣出去。呢度可以收翻15蚊，減去開倉成本12蚊，淨利潤係3蚊。B 先生就會俾人 call 走啲貨，要用410蚊買貨，然後再行使425蚊嘅 call 買翻 Tesla。呢度要俾走15蚊，減咗之前開倉收嘅12蚊，淨虧損3蚊。第三個可能 ，Tesla 股價暴跌，例如跌到300蚊，咁 A 小姐嘅 call 變晒廢紙，而 put 方面 A 小姐就會行使張 put 去390蚊買貨，然後嗰張375 short put 俾人行使，用375蚊買翻貨，呢度收咗15蚊，減咗開倉成本12蚊，淨利潤係3蚊。而 B 先生嘅 short put 俾人行使，就要用390蚊接貨，然後再行使將375蚊嘅 put 沽走啲貨。呢度俾咗15蚊出去，減咗開倉嗰陣收嘅12蚊，淨虧損3蚊。由呢幅圖可以見到 ，A 小姐有兩個打和點。第一個向上打和點係410蚊行使價，加12蚊總成本等於422蚊。
第二個向下打和點係390蚊行使價減12蚊總成本等於378蚊。只要 Tesla 股價到期嗰陣升穿422蚊或者跌穿378蚊 ，A 小姐就賺錢。但係利潤封咗頂，升到425蚊或跌到375蚊就賺到盡，冇得再賺多啲。B 先生就調翻轉，如果股價窄幅上落，到期嗰陣係390蚊至410蚊呢個區域就賺最多，但係 B 先生要衡量 Tesla 股價喺呢個區域橫行嘅概率。到期嗰陣股價一旦跳出咗呢個區域 ，Iron Condor 嘅盈利就會減少。當股價升穿422蚊或者跌穿378蚊就開始蝕錢。不過好處就係風險有限，升穿425蚊或者跌穿375蚊就有保護。Iron Butterfly 同埋 Iron Condor 嘅賺錢方法十分相似，都係博股價冇咩波幅，隨住時間慢慢賺錢。不過開倉成本就會有啲分別。由頭先嘅例子入邊見到 ，Iron Condor 開倉收嘅期權金只係12蚊，會比 Iron Butterfly 嘅開倉期權金20蚊低啲。兩者仲有啲微小分別嘅，不過由於篇幅所限，呢度就唔詳細講啦。講完啲 Iron Butterfly 同埋 Iron Condor 嘅基本概念，呢兩個策略有咩好處？第一個好處就係風險有限，比起 Short Strangle 會有機會輸好多倍。呢個策略有 Long Call 同埋 Long Put 做保護，輸極都有個譜，防止爆倉風險。第二個好處就係 Iron Butterfly 同埋 Iron Condor 都唔使估方向，係賺時間值嘅策略。隨住時間流逝，其他因素不變，期權金會收縮。開倉嗰陣收咗期權金之後，平倉嘅時候就可以俾翻少啲期權金出去。如果想知多啲咩嘢係時間值，就快啲留言 Theta，我就會揾一次講下時間值係咩嚟。第三個好處就係極度靈活 ，Iron Butterfly 同埋 Iron Condor 呢4隻腳嘅期權之間嘅行使價有大把選擇，可以基於投資者嘅睇法同埋風險承受能力去揀。例如想勝率高啲，就可以 Iron Condor 入邊 Short Call 同埋 Short Put 嘅行使價揀遠啲，但係呢個都係取捨嚟，勝率高啲，每次贏嘅錢就少啲，輸嘅錢比例上會大啲。呢個就係交易員所講嘅值博率。想知多啲乜嘢係值博率，就快啲留言值博率，等我知道你哋想知多啲啦。點樣可以快速計到 Iron Butterfly 同埋 Iron Condor 嘅勝率？就可以試下用富途牛牛，只需要揀咗你想要嘅組合。富途牛牛就會幫你自動計算最大利潤、最大虧損同埋勝率等等嘅資訊。如果你仲未有牛牛戶口，就快啲用我嘅專屬優惠碼 ALI 嚟開戶。拎我嘅專屬優惠，詳情請參考置頂評論。講咗咁耐，睇落 Iron Butterfly 同埋 Iron Condor 好似好勁咁樣，咁呢兩個策略有咩風險？第一樣就係怕爆邊。由頭先嘅例子，我哋可以見到，如果股價大幅波動，呢個策略係會蝕錢噶。另外，如果市場預計佢會爆邊，導致引申波幅上升，期權貴咗，提早平倉嘅時候，都要俾多啲期權金出去。另一個缺點就係管理麻煩。呢個組合有成4個期權咁多，交易成本會貴咗，例如佣金、買賣差價等等。尤其如果你揀嘅股票一旦唔夠流通，買賣差價好闊，就要小心啊。同埋要留意 short 嗰邊有冇俾人行使。雖然期權俾人行使其實唔得人驚，我甚至中意到期前幾日俾人提前行使，因為可以賺盡時間值。但係被行使之後嘅處理方法有少少麻煩，而且更重要嘅係，如果你唔識被行使嘅處理方法，你嘅心一驚就會做錯決定啊。如果想知多啲被行使嘅處理方法，同埋點解我中意被行使，就快啲留言行使期權，等我揾一次講俾大家知啦。總結一下，期權除咗用嚟估方向之外，仲可以用嚟估某時間內嘅波動同埋賺時間值。Short Straddle 同埋 Short Strangle 賺時間之餘又有好大風險，為咗加翻保護，就組成咗 Iron Butterfly 同埋 Iron Condor。你覺得自己嘅風格係中意爆邊刀仔鋸大樹，定係中意搏平穩，隨時間賺錢？不妨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啦。最後多謝會員 Jackson Wong KY 同埋 Cliff Fan 8716支持上次影片。如果呢條片幫助到大家嘅話，不妨 Super Fans Like 同埋留言話我知你想我講邊個 topic。我哋下次再見。